今年的县市长选举，这国民党的台中市长人选立委杨庆英甲江启臣双方是也搁咧争取，讲会去签党中央的提名协议。因为咧彰化这议长谢典林最近甲因谢家火阳厝展互人看，恐惊影响这谢宜芳的选情。这谢宜芳嘛强调讲，这是小弟个人的行为，嘛继续来争取参选。 亲身带媒体来看，彰化县议长谢典林介绍，伫彰化溪州700外平4联栋的主体，家己的厝体就占140平，为周围视听室到色兰那球场拢才有。不过拄啊是亲阿姊，也就是国民党籍立委谢宜芳争取党内县长提名的时阵，今日无论影响选情，谢典林背回阿姊参选是个人的决定，双方无牵连。谢宜芳嘛表示，展互人看是小弟个人的行为。这个到选举的时间就会拿出来讨论。你与其要那时候拿出来讨论，现在过年的时候，大家闲在家，先拿出来讨论一下，好不好？给大家看，就是坦荡荡的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。这个现场选举啊，一定是会回归到政党的一个竞争了哈。不管怎样，就我们的部分，我们就是按照自己的步骤来走，尽量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温度了哈，继续冲到年底。彰化县长之前，比起民进党已经决定由党籍在地立委单数外来选，国民党除了立委谢宜芳，也加前彰化副县长郭廷峰嘛同款争取提名。另外，还有上早表明参选的洪英章，拢也由台党中央出来协调。伫台中有杨庆英、江启臣车底下相争，伫头一届协调破局了后，江启臣找伊半暝伫面册答文，表示已经签署党中央的提名协议。不过嘛，讲内容未当像市长卢秀燕建议的2月19进前完成提名，甲家己期待愈紧愈好，差真济。一切呢也是尊重党中央哦，所以我也有收到这个文哦，那我也一定会签。我们现在就等党中央哦这个明确的制度办法。若是人选公布的时间，甲是毋是采用转民调的方式？国民党中央敢若表示，听候收到2个人的协议书了后，会正式对外公布。民进党台中参选人郝欣纯透过服务处表示，会按照家己的节奏争取民众支持。3礼拜已经进行20场客厅会、座谈会，甲民众请进来说明政策理念，搁接受问答听民意。记者采访报道。